本集嘅梵蒂岡連線會談及教宗同愛爾蘭主教團述職主教無所不談，仲會關注聖座國務卿嘅訪問活動，以及青年人分享參加美國華盛頓維護生命遊行嘅得着。歡迎收睇梵蒂岡連線，我係梁樂燕 Rodney。教宗喺2月份嘅祈禱意向咧，係為接納需要幫助嘅人。教宗喺視頻嘅訊息裏邊強調迫切需要接納難民、關懷窮人同埋受排斥者，尤其係生活喺大都會嘅邊緣人士。教宗話：好多人受到排斥同埋被邊緣化，冇嘢做啦，冇前途，冇出路。你哋千祈唔好遺棄佢哋。教宗祈願所有憂苦者都能夠喺我哋嘅團體當中揾到接納同埋安慰。Vivimos en ciudades que construyen torres, centros comerciales, hacen negocios inmobiliarios, pero abandonan una parte de sí en las márgenes, las periferias. Como consecuencia de esta situación, grandes masas de la población se ven excluidas, se ven marginadas.Sin trabajo, sin horizontes, sin salida. No los abandones. Pedí conmigo por aquellos que están agobiados, especialmente los pobres, los refugiados y los marginados, para que encuentren acogida y apoyo.en nuestras comunidades. 教會喺2月2號聖母獻耶穌於聖殿日呢一日舉行奉獻生活日。教宗方濟各下晝5點半喺聖伯多祿大殿主持彌撒，同男女會士們一齊去慶祝佢哋嘅節日。彌撒前舉行2項禮儀，祝福蠟燭同埋聖燭遊行。教宗喺祝福蠟燭同埋灑聖水之前，仲念經文咁話：基督是眾人的真光。教宗喺當日嘅推文裏邊咁寫啦：奉獻生活係天主嘅鴻恩，天主將之賜予教會同埋佢嘅子民。教宗懇請眾人為嗰啲選擇以福音勸喻生活嘅人祈禱，使佢哋藉住自己嘅見證喺世界上傳播基督嘅愛。然而，奉獻生活目前陷於危機，唔單止聖召減少，亦都有好多會士同埋修女離棄咗修道生活。修會及在俗團體聖部部長德亞維斯書記喺奉獻生活日當日就接受咗梵蒂岡電台採訪嘅時候，談到佢對聖母獻於耶穌於聖殿同埋奉獻生活日嘅反省。書記話：教宗成日都談論獻耶穌於聖殿嘅奧蹟，以及將耶穌帶到去聖殿嘅瑪利亞同約瑟。聖母瑪利亞懷中抱住聖子，但係佢被耶穌帶到去聖殿。係天主嘅聖意引領瑪利亞同埋約瑟去到聖殿。西默央同埋亞納喺聖殿迎接咗耶穌。西默央隨後亦都抱起耶穌。喺同樣嘅意義上邊，亦都係耶穌將佢抱起，引領佢認識新嘅奧蹟。除咗同耶穌相遇嘅需求之外教宗亦都強調奉獻生活必須係懂得喺相遇裏邊令到自己成為謙卑嘅人。一如耶穌令到自己成為弱小者，換句話講就如天主子成為弱小者，以便同人相遇。到奉獻生活嘅男女亦都應該成為卑微嘅人，好能夠去愛人，同天主同埋其他人相遇。喺呢個奉獻生活日，我哋要向聖母瑪利亞同埋大聖約瑟學習，向西默央同埋亞納學習，尤其係要向被奉獻於聖殿嘅耶穌學習。領會天主呢一份嘅新意，將之作為我哋所繼承嘅遺產，同埋交付於他人。至於點樣先能夠扭轉呢個聖召減少嘅趨勢呢？
書記表示啦，正喺度尋找呢一種現象嘅原因。最近修會部召開咗全體大會，全世界50多位書記同埋主教出席咗會議。佢哋用2日時間去探討有關忠貞嘅主題，尋找忠貞陷於困境嘅原因。教宗出席咗其中1日嘅會議，而且我哋都去進見咗教宗，聽咗佢嘅教導。教宗講及一個奉獻生活嘅忠貞同埋離棄呢一種生活嘅現象。其實唔單止聖召正喺度減少，離棄修道生活嘅現象亦都好嚴重。歐洲嘅情況尤其嚴重，但係其他大洲嘅聖召卻極其豐盛。有人喺修道10年、15年以後就咁樣話啦：我去第二個地方啦，因為我喺呢一度唔幸福啊！我哋要設法更好咁樣去了解呢一種現象，秉持希望、坦然同埋熱忱善道呢一個新時刻。聖座同180個國家有正式嘅外交關係。最近啦，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就出訪咗馬達加斯加同埋剛果，參與兩國同埋梵蒂岡嘅建交嘅慶祝活動。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喺聖座同馬達加斯加共和國建立50週年嘅機會上訪問咗該國。佢喺2017年1月27號嘅上晝拜會咗馬達加斯加總統埃里。埃里總統對此表示衷心感謝，並指出聖座同埋該國建交50年嚟，良好嘅雙邊關係越加緊密。埃里總統致誠感謝天主教會，尤其係教會嘅教育、衛生同慈善中心喺該國所作嘅一切，並承認教會機構喺促進社會發展上發揮咗重大作用。埃里總統祝願建交50週年嘅慶祝活動將會有助於促使雙邊關係更加穩固，使雙方透過框架協議能夠加深彼此嘅合作。帕羅林樞機就轉達咗教宗方濟各嘅親切問候，並為馬達加斯加嘅熱情款待致以由衷感謝。樞機表明，佢呢一個行程嘅目的係傳達聖座樂意持續推動呢一個富有成效嘅合作，通過天主教會嘅機構保護最弱小者嘅權益，向所有人，尤其係向最貧困同受排斥嘅人提供佢哋所需嘅援助。除此之外，帕羅林樞機亦都喺當地探望咗首都塔拿拿利佛市郊嘅一間天主教接待中心，約25,000名窮人，其中有12,000名未成年人喺呢一個中心尋求物質同埋精神上嘅援助，包括食物啦、醫療啦同埋教育。帕羅林樞機喺2月1號嘅下晝抵達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齊維爾，受到該國總理穆安巴嘅款待。帕羅林樞機呢一個行程嘅目的就係在於參加聖座同該國建交40週年嘅慶祝活動，並簽署雙方合作嘅框架協議。樞機於2號探訪咗首都布拉齊維爾拉嘅幾間孤兒院同埋安老院，並於2月4號喺聖亞納大殿主持謝恩彌撒。剛果總統薩蘇亦都到場參禮。天主渴望我哋眾人以兄弟相待相處，共建一個多元和諧嘅人類大家庭。早前國際道明會修會使命大會喺2017年1月17號喺羅馬開幕，主題為受派遣去宣講福音。約600名嘅道明會大家庭成員聚集喺埋一齊，其中大部分都係平信徒、會士同埋修女，就有約100多人。教宗方濟各亦都喺1月21號喺聖若望拉特朗大殿為佢哋主持咗閉幕彌撒，為道明會創會800週年嘅紀念活動落幕嘅。1217年1月21日，和樂里3世教宗頒布詔書，批准聖道明嘅修會誕生。今日喺88年之後，呢一個修會大家庭嘅成員喺佢哋總會長嘅帶領之下，再次圍繞住教宗嘅周圍，重新表達共融同埋繼續宣講嘅決心。教宗嘅彌撒講道從當日嘅選讀嘅弟茂德後書講起，
表明今日同每個時代就如同聖道明同埋2000年前聖保祿宗徒嘅時期一樣，眾人都係喺兩個對立嘅人生舞台度穿行，一個係世俗奇聞嘅喧鬧，另一個就係藉住善行光榮天父。教宗話啦，聖保祿告誡弟茂德，務要宣講福音。喺人們總係尋找新嘅師傅、無稽嘅傳說、唔同嘅學説同思想嘅環境裏邊進行宣講，呢一個係一種世俗嘅奇聞、誘惑、喧鬧嘅環境。聖保祿因此喺教導佢嘅弟子嘅時候，亦都使用強烈嘅詞彙，先係堅持、反駁、斥責同勸勉，然後係謹慎同埋忍受艱苦。教宗感嘆咁話：今日由於主觀相對主義嘅誘惑，世俗奇聞喧鬧嘅舞台高度發展，並形成咗全球化嘅形勢。尋求奇聞正係人性嘅一部分，佢係好炫耀嘅社會同埋消費主義中找到理想嘅環境。喺呢個環境當中，陳舊事物總係再循環，總係以新穎、有魅力同埋討人喜歡嘅面目出現，真理亦都被粉飾。我哋喺冇固定點嘅所謂液態社會中移動，被寫下咗膠鏈，失缺堅固同埋穩定嘅據點。我哋處於短暫同用後即棄嘅文化。然而，另一種人生舞台就同世俗嘅喧鬧截然相反。呢個就係光榮在天之父。教宗指出，藉住嗰啲跟住耶穌成為鹽與光嘅人嘅善行，我哋就能夠棄絕膚淺嘅虛假喜樂，而轉向讚美。佢係真正嘅慶節。喺過往同埋今日嘅喧鬧中，呢個就係耶穌同教會嘅回答。呢個就係喺液態環境中牢固依靠，我哋能夠依賴基督同佢嘅聖神行善，藉住善行使人心中萌生對天主父嘅感激同埋讚美，或至少係驚奇同詢問點解呢個人會咁做？換句話講，我哋要令到世界面對福音嘅見證而焦慮不安。最後，教宗告誡教會、司鐸、奉獻生活者同埋修會要當心，唔好讓自己失去咗味道，因為一旦失去咗味道，就唔能夠再有絲毫作用。聖道明正係充滿咗基督嘅光同鹽，以其言行服侍咗福音。我哋要因為佢嘅善功而讚美天父，藉住聖神嘅恩寵，聖道明嘅善功幫助咗好多男女唔徘徊喺世俗奇聞嘅喧鬧，而係能夠感受到健康教義嘅樂趣、福音嘅樂趣，因此亦都成為鹽與光、善行嘅工匠同埋真正嘅兄弟姊妹，讚美天主並以生活善行教導人光榮天主。愛爾蘭主教團述職主教喺愛爾蘭首席主教暨亞馬教區總主教埃蒙馬丁嘅帶領之下，就喺2017年1月20號嘅上晝進見咗教宗方濟各，向佢匯報工作。之後愛爾蘭主教佢哋就喺梵蒂岡電台主持新聞發佈會，談及佢哋同教宗嘅會晤，以及兒童性侵等等嘅議題。愛爾蘭主教們多次強調，佢哋同教宗舉行咗一次家庭嘅會談，各個議題都擺咗喺台上邊，從生命到家庭，從貧困到教育，亦都冇忽略到遭受教會成員性侵犯嘅創傷。都柏林主教暨愛爾蘭主教團副團長戴米德馬丁咁話：我哋都探討過過去性侵犯案件中嘅難題。教會裏邊發生嘅性侵犯案件數量，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係非常之少，但係其中就有質嘅區別，因為耶穌親自將小孩子作為天國嘅標記，而喺教會發生嘅性侵犯，相較於社會而言，其性質同埋負面影響就更加為惡劣。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最近公布咗一份關於1922至1995年兒童遭受侵犯嘅報告。愛爾蘭首席主教埃蒙馬丁對此評論咁話：每一次我哋討論性侵嘅主題，我哋都係秉持非常嚴肅嘅態度。我感謝教宗方濟各為我哋做咗個榜樣，伸手去幫助嗰啲遭受侵犯嘅受害者。我哋講到呢一方面嘅情況，講到我哋同性侵受害者嘅會晤，咁樣嘅經歷徹底打破咗佢哋嘅生活，
我清楚知道，當我哋呢一刻坐喺呢一度嘅時候，貝爾法斯特有一啲嘅性侵受害者，慶幸咁樣感覺到佢哋嘅故事喺咁多年之後終於被揭曉。佢哋嘅故事同埋經歷終於被教會、社會、國家同所有人承認。我知道呢一種遭受侵犯嘅經驗會伴隨佢哋嘅一生。我嘅體會係呢一個星期，我哋每次講到例如性侵等等嘅非常嚴重嘅問題嘅時候，開放嘅氣氛咧，允許將我哋打開天窗説亮話。事實上，如果仲係喺過去呢，我哋一定唔會公諸於世。2017年1月27號，美國華盛頓舉行咗維護生命大遊行。教宗致函俾幾萬名嘅與會者，同佢哋表達親切問候，並喺祈禱中同佢哋同在。呢一封信函由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署名，寄俾聖座駐美國大使皮埃爾總主教。信函上邊寫住：教宗由衷感謝呢一項為每一個人生命嘅神聖性而作出嘅感人見證。正如佢所講明嘅，人嘅生命何其寶貴，喺母腹中成長嘅無辜胎兒享有絕對不可剝奪嘅生命權。任何所謂嘅權利都係無法為終結生命嘅決定作辯解。為數眾多嘅美國公民參加咗呢一次活動，替我哋最冇自衛能力嘅弟兄姊妹發聲。教宗相信呢一個活動將有助於喚醒捍衛生命權嘅意識，敦促眾人採取有效嘅措施，確保生命權得到適當嘅法律保護。美國最高法院1973年通過墮胎法之後，該國每年都舉行維護生命遊行活動，呼籲保護胎兒同埋其他捍衛生命嘅議題。今年美國副總統彭斯亦都參加咗遊行活動，佢強調生命喺美國再次獲勝。而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一就職就凍結咗聯邦政府資助嗰一啲鼓吹墮胎嘅非政府組織嘅經費，並喺維護生命遊行當日發表推文，表明他全力支持生命。喺當日啦，有唔少嘅青年人啦參與咗維護生命大遊行㗎。咁參與咗大遊行之後，佢哋會點樣繼續喺日常生活裏邊去維護生命呢？我哋一齊睇睇佢哋嘅訪問啦。Hundreds of students from Bismarck's University of Mary boarded buses in North Dakota last week and traveled to Washington to take part in the annual March for Life. For some,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national pro-life demonstration, and for others, it was a return engagement. Now that the march is over, a few students discuss what the experience has inspired them to do in the future. The March for Life is the fruits of a year-long and really decades-long effort and a movement. We're not coming here to make one statement on one day, we're trying to change the culture. And so when we go back, I'll wake up on Monday morning and I'll go to class, and whatever opportunities God gives me that day to support life, whether it's helping someone cross the street or going to volunteer at a clinic somewhere, whatever the opportunities may be. I'm raising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about natural family planning and other women's health care options besides contraception. Any of those ways, it's important to stay involved, and that's my plan.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I think it was Mother Teresa that said, like,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go home and love your family. And so it's just living pro-life, showing respect and dignity for each person, and just promoting that through your life, and not falling into societal views of life as, you know, it may not be worth living, or you're putting down others, and just loving and being a witness to life and to the greatness of life and how sacred it is, and as a gift from God. You can never put this away. Every single day, your faith can be in question. The different people that you're talking to and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at you're having, maybe it's not as serious, bu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evangelize and really stand up for what you're believing in. So really promoting human life no matter what, even if it's just like a smart remark from somebody, it's really standing up for who you are, morals, having ethics, and standing up for the people who don't have voices. I am going to join the Pro-Life Club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 the Collegians for Life. I'm also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y hashtags on Twitter and Facebook and Instagram.
#YouMary and March for Life. I'm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everything I possibly can to help those babies. You can change the laws, but it's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if we haven't changed hearts, if we haven't changed the culture. And so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big things with March for Life is we're doing it in DC and we're doing it right where laws are made and stuff. So there's an obvious like political element there, but it's about changing hearts and changing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changing our culture.親愛嘅青年人，發聲啦！為帶嚟一顆自由嘅心、團結、希望而發聲，為認識耶穌並知道上主係我哋嘅力量而發聲。教宗成日都呼籲大家為和平同埋受迫害嘅基督徒祈禱㗎。近日有一個較好嘅消息，伊拉克嘅和平終於都初露曙光啦！尼尼微平原特列斯庫村已經有首個嘅基督徒家庭翻返去佢哋嘅家園。由於伊斯蘭國極端組織嘅佔領，佢哋喺2年半之前被逼遠離家鄉，離鄉別井，逃到去代胡克避難嘅。咁好多遭遇到同樣不幸嘅家庭亦都渴望能夠重返呢個故里嘅。關於伊拉克基督徒返回家園嘅好跡象，巴格達加色丁禮宗主教薩科喺2月2號向梵蒂岡表示：對我哋而言，人們重返呢一座曾經有14000名居民嘅村莊係一個新生。特列斯庫同埋其他5座村莊嘅居民都係加色丁禮信徒。我上個星期親自探訪咗呢條村莊，同一個委員會、一名司鐸、加色丁禮協會嘅多名成員同附近村莊嘅百姓一齊去為重建家園貢獻己力。我哋大家同心協力，鼓勵民眾返屋企。薩科宗主教指出，尼尼微平原嘅所有村莊原本一共有12萬名居民，而家剩返9萬人，因為好多人已經逃走咗，唔少人逃到去約旦、黎巴嫩同土耳其，申請西方國家嘅庇護。加色丁禮團體正在協助所有願意返去家鄉嘅伊拉克家庭重返家鄉，呼籲伊拉克裔基督徒以及美國、加拿大、澳洲同埋歐洲嘅教會團體同埋教區提供相關嘅援助。讓我哋喺祈禱當中唔好忘記喺世界上喺不同方式之下受迫害嘅基督徒祈禱，願天主賜予佢哋平安。重溫本集嘅內容，可以瀏覽本台嘅網頁 saltandlighttv.org/Chinese。天主保佑！多謝收睇本台嘅節目，我哋極需要你定期嘅捐款嚟維持本台嘅營運及製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懇請大家慷慨捐助，多多益善，少少無拘。捐款熱線1888-302-7181，或登上 saltandlighttv.org/Chinese。萬分感激。